一星期一次同你去勻全個沙田。今日同大家行下科學園。呢度成個建築群都好有現代感，尤其係著名地標金蛋同埋天然採光嘅走廊。不過呢度唔係淨係得商廈嘅喎，公共空間都設計得唔錯㗎，適合放假嚟呢度放鬆下。因為整體嘅規劃密度比較低啦，綠化同埋步行嘅空間充足嘅，形成咗行人友善嘅環境。我就特別記得園中湖有條小徑咧，穿越湖嘅中心，遠望就好似有行人行去水入邊咁樣。附近仲有露天劇場、茶座同埋小食亭。咁今日行到嚟呢度啦，嚟到科學園又點少得出去海邊行下呢？我哋下集再介紹白石角嘅海濱啦。